夏天就快到，又到暢飲啤酒嘅季節。走進超市，貨架上擺滿眼花亂嘅罐裝瓶裝，價錢由10塊8塊一罐嘅平民淡啤，到幾十塊一支嘅進口手工啤，你係唔係都覺得頭痛，唔知點揀？唔少人以為飲啤酒圖嘅就係清爽同夠氣，隨手拎幾罐瓶嘅頂一頂就得。有位喺酒廠做咗10幾年嘅老師傅話，買啤酒唔好淨係睇牌子，要學識睇配料表。廠家為咗慳錢，喺配料表入面藏咗唔少貓膩，只要見到嗰幾個字，任佢廣告吹得幾厲害，全部都係垃圾貨。今日我將老師傅講嘅嘢整理出嚟，花幾分鐘睇完，包你以後再唔上當。先搞清楚咩先算好啤酒。關於啤酒品質，有個公認嘅標準，1516年德國頒布嘅純正法。呢條法規定，釀啤酒嘅原料只可以有3種：麥芽、啤酒花、水。後來發現酵母嘅作用，先增加到4種。呢4樣嘢構成咗啤酒嘅靈魂。麥芽提供糖分同麥香，係酒精嘅來源，亦決定酒體嘅厚度。啤酒花帶嚟苦味，平衡麥芽嘅甜，同時賦予啤酒獨特嘅清香，仲有天然防腐作用。水佔咗啤酒90%以上，好水源決定酒嘅口感。酵母負責將糖變成酒精同二氧化碳，影響風味嘅走向。凡係違背呢個原則，為咗省錢加各種替代品嘅，喺釀酒師眼中都唔算真正嘅啤酒，頂多叫酒精類穀物飲品。老師傅講，買啤酒要翻過嚟睇配料表，出現下面呢啲字眼，就話明呢款酒根本係垃圾貨。第一，啤酒花製品，啤酒花浸膏。大家睇配料表時，一定要盯住啤酒花呢3個字，後面要係多咗浸膏或者製品，性質就變咗。好多酒標籤上面寫住啤酒花製品或者啤酒花浸膏，聽落差唔多，其實差好遠啦。天然啤酒花係蛇麻草嘅花蕾，摘落嚟要冷鏈運輸，妥善保存，成本好高，而且喺煮麥汁嘅過程中，天然啤酒花嘅香氣極易揮發。為咗省錢省事，廠用化學溶劑將啤酒花入面嘅苦味物質強行提取出嚟，做成類似糖漿嘅濃縮物，呢個就係浸膏。啤酒花浸膏成本低，容易儲存，性質穩定。對於流水線上每日生產幾萬噸嘅大型工廠，天然啤酒花佔地方，容易變質，每批次風味唔穩定。浸膏就好似速溶咖啡粉，直接倒入大罐一攪，苦味就出嚟啦。用浸膏嘅啤酒，好似用速溶咖啡沖嘅水，雖然有苦味，但嗰種苦味好死板，完全冇天然啤酒花嗰種清新嘅草木香或果香。更要命嘅係，浸膏加多咗，口感會變得好粗糙、辣喉嚨。你要係飲到一款啤酒，苦到封喉，甚至帶啲金屬味，多半就係啤酒花浸膏嘅功勞。呢種工業化流水線嘅產物，雖然符合食品安全，但係同風味二字根本唔沾邊。第二，糖漿，包括大米糖漿、玉米糖漿、澱粉。呢個係而家超市入面幾蚊一支嘅啤酒最常見嘅成分。啤酒入面點解要加糖漿？啤酒發酵需要糖，糖從邊度嚟？最正宗嘅做法係從大麥芽入面通過糖化過程提取，但大麥貴，如果直接將平價嘅玉米糖漿、葡萄糖漿倒入發酵罐入面混合，發酵速度大大加快，酒精含量蹭蹭往上漲，成本就可以大幅降低。糖漿嘅本質係直接提供可發酵糖，令酵母迅速產生酒精。可糖漿除咗俾酒精，其他乜都俾唔到，冇麥芽嘅香氣，冇酒體嘅厚實感，結果啤酒飲起嚟好似帶氣嘅酒精水。雖然酒精度夠咗，但冇麥芽支撐，酒體好薄，而且糖漿發酵產生嘅副產物多，好多人飲完上頭，第二日頭痛欲裂，往往就係呢啲雜質含量高。第三，大米、玉米、澱粉。如果喺配料表入面見到大米、玉米或者澱粉，呢款酒就係典型嘅工業拉格。好多人覺得奇怪，大米唔係幾好咩？
甚至有好出名嘅啤酒仲宣傳自己加咗優質大米。其實加呢啲嘢嘅唯一目的就係慳錢。大米同玉米嘅碳水化合物含量高，可以代替一部分大麥芽提供糖分，但係佢哋冇大麥芽特有嘅油脂同風味物質。加咗大米嘅啤酒，顏色變得好淺，嗰種亮晶晶嘅淡黃色其實係稀釋出嚟嘅。好處係飲起嚟夠爽，適合大口灌，但想品嘗麥香，唔好意思，呢種酒入面幾乎冇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老酒鬼叫呢種酒做馬尿，除咗嗰點氣同一絲酒精味，根本乜都唔係。如果你發現一支啤酒嘅配料表仲算乾淨，先唔好急住俾錢，仲要睇瓶身上兩個關鍵數字：原物質濃度同酒精度。呢個先係決定呢支酒厚度嘅關鍵。原物質濃度係衡量啤酒好壞嘅硬指標，代表釀造過程中用咗幾多麥芽。原物質濃度低於8度嘅，基本上就係淡啤，口感極淡，除咗夠凍冇其他優點。10度左右係大眾款啤酒嘅及格線，可以飲到一點點麥味，適合大口解渴。12度以上先算進入好啤酒嘅門檻，麥香味會非常實在，口感醇厚，飲完嘴入面回甘。14度以上通常係優秀嘅手工啤或特種啤酒，倒出嚟你會發現酒液濃稠，泡沫好似奶油一樣順滑。原物質濃度越高，酒精度理論上亦越高。如果一款酒標注原物質濃度12度，酒精度卻只有3點幾，咁佢嘅發酵工藝肯定有問題，或者後期做咗過度稀釋。通常嚟講，原物質濃度10度嘅啤酒，酒精度應該喺4.1度左右；12度嘅酒精度應該喺4.7度左右。酒精度太低，飲起嚟冇勁，而且呢種酒飲嘅時候肚脹得特別快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既然加咗糖漿同大米嘅啤酒唔好飲，點解超市貨架上全部都係佢哋？呢個其實係商業博弈嘅結果。第一，成本極低，同樣產能，用大米同糖漿代替大麥芽，成本能省30%以上。第二，口味妥協，大多數普通消費者並唔識品酒，追求嘅就係夠爽、夠凍、唔苦。加咗大米同浸高嘅工業拉格，苦味淡，口感薄，好似飲水一樣順喉，反而迎合咗大眾拼酒嘅需求。第三，產量驚人，傳統釀造可能需要28日甚至更長時間，而現代工業啤酒通過添加各種助劑同糖漿，10日左右就可以出貨。但作為消費者，自己心入面要有數，唔好花幾十塊買支垃圾啤酒。雖然唔一定日日飲幾十塊一支嘅頂級手工啤，但喺能力範圍內揀一支避開浸高、糖漿、大米嘅純麥芽啤酒，係對自己為最起碼嘅尊重。為咗令大家更直觀，我總結咗一個3步挑選法，下次買啤酒直接照住做。第一步，拎起瓶子睇背面，配料表只有水、大麥芽或小麥芽、啤酒花、酵母，呢個係上等貨，直接放入購物車。配料表出現大米、玉米、澱粉，呢個係普通貨，價錢平嘅話都可以飲，但唔好抱太大期望。配料表出現糖漿、啤酒花浸高、啤酒花製品，呢個係下等貨，除非你只係想揾大氣嘅水飲，否則唔建議買。第二步，睇原物質濃度，低於9度嘅唔使睇。第三步，搖一搖酒瓶，觀察酒液。好嘅純麥啤酒，顏色應該係飽滿嘅深黃或者金黃色，酒液淺得好似檸檬水一樣透明，嗰物質濃度肯定高唔到邊去。買返屋企倒入杯入面時，好啤酒嘅泡沫豐富、細膩而且持久，甚至可以掛喺杯壁半日唔散。如果泡沫好大，好似汽水咁幾秒鐘就消失，咁呢款酒好可能加咗消泡劑，或者工藝非常敷衍。如果你覺得超市入面配料表乾淨嘅啤酒太貴，可以睇下啲老牌子出嘅高級系列，或者呢幾年興起嘅大廠手工啤。呢啲酒通常用大鐵罐或者玻璃瓶裝，保質期比較短，配料表非常乾淨。雖然貴幾蚊，但口感真係好好。
唔好覺得呢幾蚊冇分別。好啤酒入面嘅氨基酸、維生素同礦物質係實打實嘅，佢叫液體麵包。嗰啲劣質酒，除咗令你唔停上廁所同酒精中毒，乜都比唔到。夏天飲啤酒圖嘅係爽快，圖嘅係氣氛，但爽快嘅前提係飲得明明白白。下次去超市，記得多花10秒鐘睇嗰幾行密密麻麻嘅配料表，避開浸膏、糖漿、大米，鎖定全麥、高濃度。當你第一次飲到嗰種麥香撲鼻、口感好似牛奶一樣絲滑嘅啤酒，就會明白，原來過去咁多年，我哋真係錯過咗太多真正嘅好酒。多花幾蚊換嚟純正嘅麥芽香氣，換嚟啤酒花帶嚟嘅愉悅，換嚟第二日朝早唔頭痛嘅清爽。將呢篇攻略轉發俾你身邊中意飲酒嘅朋友啦。夏天到咗，等我哋飲啲好嘅，飲啲真嘅。喺呢個喧囂嘅人世間，唯有呢杯正經啤酒，先配得上你辛苦一日之後嗰份自在同寫意。